誒，董明珠的家喎。記得之前咧，格力係不斷咁樣做緊巡迴嘅帶貨直播㗎，應該就係全國巡迴嘅第6場係澳門站。董小姐咧當年咧其實用咗好短時間去答應咗喺澳門會做呢一個直播，咁所以其實咧俾我哋去籌備搭建設計咧，其實係非常之短嘅時間。當時我哋一聽到要完成嘅日期，我哋其實嚇咗一嚇，得12天，咁基本上就係頭1個星期設計團隊不眠不休，再加上搭建服務嘅同事，不斷喺工廠裏面去打點。因為佢有唔同嘅家電產品啦，所以我哋打造咗4個場景嘅，有房間啦，有客廳啦，有一個直播嘅貨品區啦，同埋一個書房嘅區域咁樣咯。可以方便翻產品就放喺我哋唔同嘅場景裏面。而家睇直播呢件事咧，最主要我諗都係人啦、貨啦、場地啦，各佔3個重要嘅要點。場地咧就等我哋呢啲 design 嚟啦。當時嚟講咧，喺澳門都係創造咗一個幾高嘅金額咧，成9個億嘅。諗下，我覺得我哋個場都應該值翻3個億。